我哋嚟睇銀杏樹嘅話，只需要199 3日遊啊！身後邊呢個棵銀杏樹，下個禮拜開始黃噶啦，依家報團啱啱好啊！好多人都唔相信199蚊可以玩3日，而且呢條行程嘅話係無購物、無自費嘅，住嘅酒店都係好新淨噶。因為呢條線路係江西文旅有政策支持噶，所以嚟到呢度旅遊特別平嘅，就係想推廣一下江西嘅美食、江西嘅美景嘅啫。大家如果你有時間嘅話，一定要參加一下，睇睇咁靚嘅銀杏樹啦。唔單止有咁靚嘅銀杏樹睇啊，仲可以坐電梯上到最高處啊，見到10萬大山嘅景色，仲有玻璃橋可以俾我哋體驗。呢個唔需要爬山嘅，直接有電梯可以坐上嚟噶啦。而且我哋翻到酒店嘅房間，大家睇一睇啦，全部都係全新裝修設計噶，俾到大家住到又溫馨又舒服嘅酒店。一天嘅疲勞嘅話，瞓一晚全部恢復精神晒。咁靚嘅行程，想要嘅快啲嚟啦！